先开始来关心，昨昏中国的军方是向伫咱台湾西南海峡为临时操演区，咱的国防部有随谴责，有严厉监控。昨暗国防部就发布2段监控影片，嘛表示经过监控，中国军舰伫昨下晡3点40已经驶离开操演区。海军成功禁飞弹顺航舰班超舰的官兵，翕这段6秒钟的影片，敢讲中共海军控制夜行巡弋登陆舰、苏明3舰，抑个9.3型综合补给舰、千岛号舰。另外一支影片是国人级飞弹驱逐舰苏澳舰，对中共空军4 A 型飞弹护卫舰五光舰碰上。中共舰艇在我专属经济区划设禁限区，欲实施海上射击。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56条及58条规定，严重影响海空域飞航安全，请立即停止上述危险行动。国防部会公布这2段影片，原因是中共无有警伫离高雄屏东外海大约40海里的西南海峡威胁朝鲜区，公未进行射击训练，国军利用情感真手段严密监控。中军伫昨下昼3点40分编队驶离开朝鲜区。中共敢若是不办2号进行的金色目镜蛇多国联合演习，官方的 FB 顶头有写台湾要派人参加是史上第一遍。美军官方宣传咱国参演今年美台金色目镜蛇演习，不过消息一传出了，敢若因为伤过敏感 ，FB 顶头随甲台湾提掉。Cobra 这个演习哈，它不是1天2天的，在全球的国际化的演习，我们都希望能参与。包含这个环太的演习，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参与。但是，至于说我们国家因为都是没有邦交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和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参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，是我们所乐意所看到的。总统府昨晚表示，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就指示有关单位严密应处，政府对相关状况拢有全面的掌握，请国人放心，并且表达严厉的谴责。中共安尼制作已经公然违反国际惯例，更加是对区域的安全稳定公然的破坏加破坏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